去年的国庆来自日本京都的各高校的管乐团伫台湾造成轰动。今年又搁邀请日本东京农大的第二高校的管乐团翡翠技术来演出。伫10月初8因会先伫高雄港的7号码头来表演。高雄女中阁有所得家乡，阁有高雄高商3间学校的乐队，卖做伙来交流。 那演奏那话队形动作真整齐，互人真学乐。去年是感觉上恶魔，今年双十节台顶，台湾邀请到同款有日本吹奏金赏、有翡翠技术之称的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校吹奏乐部来台湾。第一场演出10月初8伫高雄港7号码头大型举办。 借由10月8号翡翠骑士即将来到高雄演出，我们也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，安排台日之间的高中生来进行互动以及交流。翡翠骑士第一摆海外公演，高雄市政府邀请演出经验同款丰富的高雄女中、树德家商、甲高雄高商3间学校，甲日本高校进行交流。成立40外档的乡女乐器队，除了积极排练，也练习日语。 我们剪的曲子有包括像日本许多知名的音乐，像是波妞或者是灌篮高手，还有航海王等。那希望我们日本学生都会喜欢。进前定有机会代表高雄去美国表演的树德家商，学生练习舞蹈动作、翡翠技术、整齐演奏甲动作，让学生真佩服，也让因想要学习。很厉害，有办法在就是那么多人的状况下，然后还可以做到这么整齐划一。他们的声音大小的掌控和各个乐器的吹奏方法，都值得让我们去学习。高雄高商乐器队的基手对着音乐舞基亚，会当有机会抢伫双十节进前，甲翡翠技术交流。3校的学生拢唔敢懈怠，真拍拼来练习，希望会当带来优秀的演出，也展现出高雄的热情、深化台日友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